台南靠海7股受灾严重，其中龙山海寮社区有一寡所在10月号才开始陆续送电。为了帮助灾民渡过难关，立委郭国文每下原本要送物资的台湾新义工团，先动员来帮助灾民将厝顶看篷布，因为特别这阶段工园中间真欠工班，需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那个囝种迄去断啊，安尼烦恼到要死啊！讲公妈伫遐咧压苦啊啦，讲公妈压苦啊，看要安怎？郭委员说需要公班帮忙盖屋顶，我二话不说，马上答应。家园整修的阶段呢，硬体的部分呢需要盖篷布，好，所以像我们帆布现在还有缺，哦，但是呢盖篷布呢需要什么？需要公班，公班现在也很缺，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台湾先义工团来到这边带了12名公班来，而且他们在礼拜6的时候会总共有70位到，会70位到。那全部都是在我们七股之间来参与整个家园的这个重建。立委郭国文协同立委林俊宪服务团队，除了动员义工团来到协助，毛来自滨东县自新自善会伫龙山宫头前进驻，帮灾民煮食，煮小小的来温暖大家心。这一次是因为说沿海一带这边很多都断水断电，那我们协会评估就是说，如果给他物资的话，他们可能也没办法自己去做烹煮的部分，所以协会才会发起这一次的义煮活动。我们一餐的话，大概预计是在400至500，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进驻第4天了，我们就进驻在这边。面对天灾，不过来自民间的爱心不断，一万蔡立青团队嘛够场为了志工团的心得，其中破发的这是经以济公利益众生的精神，参与救灾救难，将连续1礼拜提供大约120位救灾团队的志工来免费大帮。很高兴能够有这个善举能够配合我们国委员还有立新议员的转介参与这个友善的活动。我想天灾都是人所敬畏七股区刚才我开车过来看一下，真的是很惨。也感谢这些友善团体投入。那么本市一直长期以来都是做利益众生的工作，我想弃之于众生，回馈众生的理念，希望以后有机会大家有需要普法道济时，普法道济像义不容辞参与整个这个救难的活动或是救灾的活动，一起面对，共度难关。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